熊市到底應該點樣佈局挖礦呢？其實咧思路好簡單。第一，熊市反而係入手咗機嘅好時機，因為幣價跌，冇機亦都會跟住跌。你可以用更低嘅價錢買到最新嘅高效機型，舊款嘅 S19就盡量唔好買啦。低價入手之後，一邊挖一邊等幣價反彈，回本會快好多。第二，電費一定要壓到最低。呢個幾乎係生存落去嘅關鍵。全球電費差別好大，好似美國某啲地方喺熊市就唔適合挖㗎，電費隨時會令你挖到蝕本。第三，如果你唔想一次過投入太多，亦可以考慮可靠嘅運算力，成本同回報都一目了然，適合風險承受能力較低嘅人。但係要留意，騙子都好多，一定要睇好平台，唔係嘅話蝕得仲快過挖嘅。最後，比特幣挖礦係會自動調節㗎。熊市入邊頂唔順電費，佢哋工會被淘汰，全網算力下降，難度降低，剩低嘅人反而仲好挖。